原来陈思琪是去做直播了。近日，陈思琪转战佛山夜市摆摊，第一场直播效果不错。他身边有神队友，一直滔滔不绝给网友讲述产品。陈思琪则负责跟网友聊天，展示所卖产品配料表，或者亲自上阵试吃一根。一场直播4个小时，陈思琪只吃了6根。有不少网友为了表示支持，下单购买。周边也有不少路人认出了陈思琪，纷纷给陈思琪打招呼。一些人甚至会带着孩子求合照。陈思琪在征得团队的同意后，短暂离开镜头，满足了路人合照要求。有记者也特意赶到现场对陈思琪进行采访。陈思琪自嘲是过气艺人，不过他对现在的生活没什么不满，称平凡就是幸福。翻看陈思琪个人账号，他主要卖肉肠、牛肉丸，还有黄牛蛋卷等等，目前已经卖出1万多件。按照市面佣金，他比普通人賺錢太簡單了，所以陳思琪擺攤是假，直播帶貨才是真。人呢係我擺攤嘅第4日啦，不過我覺得自己做得未夠好，我想再學習多啲嘢。